大家好，我係 Siron。今日我主要係探討一個問題，就係 ds over dt 究竟係咪一個分數呢？咁答案就唔係嘅。ds over dt 嚴格嚟講，佢係一個代表 limit 極限嘅符號，而佢嘅定義係當 delta t 趨向零，delta s over delta t 佢哋嘅比例所趨向嘅數值，或者我哋叫佢做極限值。喺呢個定義入面，ds 同埋 dt 本身就唔係兩個獨立存在，可以分開計算嘅數字。ds over dt 只係描述上面呢件事所創造出嚟嘅符號嚟嘅啫。所以嚴格嚟講，ds over dt 唔算係一個真正嘅分數，佢成個符號代表嘅只係一個極限值，即係一個 limit。跟住你可能會問，我讀微積分成日都見到 derivative 係可以當分數咁樣運算同埋理解嘅喎，咁點解呢？因為 ds over dt 雖然唔係分數，但佢其實係一個分數嘅極限，一個分數嘅 limit。要知道我哋喺 take limit 之前，delta s over delta t 係兩個真實數值嘅相除，係完完全全屬於一個分數嚟嘅。而 limit 咧就保留咗分數嘅運算規律，所以結果 ds over dt 雖然唔係分數，但係佢嘅行為上依然同分數係一致嘅。我齋咁樣講，可能你仲未理解到，咁所以我會舉一個例子去説明，而呢一個例子就係 chain rule 啦。dy over dx 講緊嘅就係當 delta x 趨向零，delta y 同 delta x 呢個比例嘅 limit。咁由於 delta y over delta x 明顯係一個分數嚟啦，所以我哋可以喺 limit 呢個符號入面進行分數嘅運算，例如分子分母乘個 delta u， 又或者將個 delta u 約咗佢。所以第二行嘅 limit 就係講緊當 delta x 趨向零，delta y over delta u 同 delta u over delta x 兩個分數相乘所趨向嘅數值，而我哋就會用 dy over du 乘 du over dx 去描述呢一件事。所以點解我哋成日話 chain rule 唔係兩個分數相乘，但係佢本質上或者理解上就係兩個分數相乘啊？dy over du 同 du over dx 佢哋係 limit 唔係分數，但係呢個 limit 入面 delta y over delta u 同埋 delta u over delta x 就係做緊分數相乘。又或者點解成日話 chain rule 唔係約分，但其實理解上就係約分呢？因為佢唔係直接約走個 du，而係喺 limit 符號入面約走個 delta u。喺呢度我簡單補充下咩係 chain rule。chain rule 簡單啲嚟講就係揾 composite function 嘅 derivative。Let's say y 等於 f(g)x， 然之後我哋可以 let u 等於 g(x)， 所以 y 就會等於 fu 啦。運用呢個資訊，我哋可以點樣 intuitive 咁理解 chain rule 呢？當 delta x 趨向零，即係你當 delta x 係一個無限細嘅數啦，所以你可以當 delta x 淨係得啲啲改變嘅啫。由於 u 係 function of x，delta u 都會係一個無限細嘅數，所以 delta u 都係得啲啲改變。而由於 y 係 function of u，所以 delta y 都會係一個無限細嘅數，即係佢都係得啲啲改變嘅啫。所以 intuitive 咁樣諗，你可以將佢諗成 dy over du 乘 du over dx 就係等於啲啲改變嘅 y over 啲啲改變嘅 u 乘啲啲改變嘅 u over 啲啲改變嘅 x， 即係佢係兩個無限細嘅比例相乘嘅結果。而呢一個 intuition 其實 apply 翻落任何普通嘅 dy over dx 都得㗎，所以我喺第一堂 derivative 嗰條片先會叫大家將 dy over dx 可以理解成啲啲 y 除啲啲 x。跟住嚟到第二個部分啦，就係 ds 等於 vt，dt 係咩意思呢？咁 ds over dt 等於 vt， 我當大家都明啦。咁但係我哋可唔可以將 dt 就咁搬過去呢？都係嗰句啦。數學上我哋唔可以話將 dt 作為分母搬過去第二邊，但係理解上就可以咁樣做。記得 ds over dt 係等於呢個 limit 啦。佢講緊嘅就係當 delta t 趨向零，delta s over delta t 嘅數值就趨向 vt， 亦即係話當 delta t 無限細嗰陣，delta s over delta t 就會等於 vt。如果我哋換第二個角度去諗，同一件事可以理解做當 delta t 無限細嗰陣，delta s 就等於 vt 乘 delta t， 而我哋純粹將 delta t 無限細嗰陣 delta s 同 vt 乘 delta t 之間嘅關係用一個 notation 去表達出嚟，寫成 ds 等於 vt dt。所以而家你明白 ds 同 dt 佢哋代表緊係一個無限細嘅狀態。你好難會話 ds 同 dt 係兩個可以獨立存在嘅數值，但係喺 intuition 上面，你其實就可以理解成啲啲嘅 s 就等於 vt 再乘啲啲嘅 t。
去到呢個位，我補充多少少背景資訊啦。咁大家可以思考下一個問題，就係點解前人要將 dy over dx 呢一個符號設計到咁似分數呢？最一開頭，一個17世紀嘅數學家 Leibniz 發明 d 呢一個符號去表達無限細，所以用佢嘅語言嚟講，dt 就代表無限細嘅時間，而 ds 都代表對應嘅無限細距離，兩者嘅比例就係 vt。不過無限細呢個概念本身好難用嚴謹嘅數學語言表達清楚，所以去到19世紀 Cauchy 同埋 Weierstrass 先要引入 limit 嘅方式，將呢一個比較抽象同埋憑直覺嘅概念重新嚴謹定義。而 limit 背後嘅意思其實就係想用一個嚴謹嘅方式去形容無限細嘅呢個概念，咁就有咗我哋今日嘅 dy over dx 嘅 notation 啦。個符號係保留咗 Leibniz 佢原本嘅份數感，正正就係因為佢本質上確實係源自於一個份數或者一個比例嘅概念，所以做個總結就係 ds over dt 並唔係份數，因為佢嚴格定義係一個代表極限 limit 嘅符號嚟嘅。ds over dt 你可以當佢份數咁理解，因為佢係份數嘅極限，份數嘅 limit，所以運算同埋理解上同真正嘅份數行為係一樣嘅。去到呢個位，大家應該都明白，其實我第一同埋第二堂同大家解釋 derivative 同埋 integral 背後嘅 intuition，正正就係 Leibniz 所講嘅概念。因為我覺得用呢一個 intuition 嚟講解呢兩個 concept，先至可以令你哋真正明白背後嘅邏輯。明白晒我今堂所講嘅嘢之後，我會話其實喺你哋 DSE M2 嘅程度，你哋將 dy over dx 當成係兩個無限細嘅數相除，或者當成一個分子分母都無限細嘅份數去理解同運算都冇問題。